都講劉備揾嚟3個人贏到天下，哇！韓真呢就揾嚟3個人又取到真經。我琴晚又揾嚟3個人，結果贏嚟我50蚊。就呢一套房50萬左右嘅門檻就可以搬入嚟住啦。有時候生活就好似擠牙膏一樣，總之你感覺快用踩嘅時候呢，總會俾你那麼少少嘅希望。其實我哋都冇覺得有錢會好現實。作為草根嘅我哋，只要你冇努力，就會好快俾社會淘汰。只要你肯努力，過幾年之後先會俾社會淘汰。其實當時泰坦尼克號起航嘅時候，我係有阻止過㗎。當時我拼命咁大聲咁喊，叫佢哋冇啟航，冇啟航。可惜咪有一隻人聽我㗎，硬嗌我。更激氣嘅呢就係佢哋硬喺度保安，將我從電影院叉出去嚟。扯遠啦，講返嗰套房嘅事。嗰套房首付最低可以做到1萬，喺首付就可以解決啦。當然要按正常15%嘅首付嘅話呢，亦即係才700萬紙就可以解決。呢一套房呢係位於大木洞，屬於3小2中嘅書包。而家睇到嘅呢係精裝洋板房嘅設計，坐北向南嘅4房，比較實用嘅4房，唔係有咩分攤。對於簡簡單單想上車嘅朋友嚟講呢，亦係一個比較好嘅選擇。有睇得上眼嘅就揾嚟傾傾下。